小鹏，叫你了，叫你，他妈给我下来，躺好，躺好来哦。看你想怎样啊？没有，先听你讲啊。怎么了嘛？我问你嘛，怎么了嘛？没有嘛？怎么了嘛？你只要告诉我，我今天哪里错，哪里不好，哪里不干，你整天刁我呢？你好，我做错，你可以纠正我。我刚才去问师傅，3种人呐、3种做法啦。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今天礼拜天啊，礼拜天怎样？讲话不能大声哦，不爽讲话不能大声的哦。阿文，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，不用这样子，好好讲。好了啦。你也不用这样子嘛。没有，阿文，小声一点。我怎么小声一点我讲错什么吗？他妈你干你俩欺负我整天的啦。没有啦，小声一点啦，阿文啦，阿文没有。怎样？他妈最喜欢大声啦，怎样？小声。不爽嘛？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好了。因为我今天做这样的举态，我没有工作，那也没有关系。没有啦，小声一点啦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大家好好讲嘛，认识那么久了站好。啊，没事。我今天讲错什么了？好了，我不要再回嘴了。我只要问你啦，你是说我慢？好，你说我慢嘛？好，那我就快一点嘛。没有那个慢的问题。很快啊。然后再来，你就说一定每盘都要好了啦，没事了。然后再来，没有事。你这样子一直去贬低人家，我讲难听一点，没事。你知道有多厉害啦？你知道你这样用他妈用语言霸凌人家，人家会很伤心呐。好啦，阿文啦，没事啦。但是又怎么样？我他妈第一天跟你刚工作的时候，你他妈去绕车啊！好了，妈绕他妈被车要拖下去。好了，不要比这种东西嘛。好了，走。比什么？没事了哦，好。走了。大家出来赚钱的，需要这样吗？好了，没事了，阿文，阿文，为什么用这种态度？好了，阿文哦，好了啦，你为什么要欺负人家？好了啦，阿文哦，东哥知道我的状况。好了啦，哎呦，阿文啦，刚好就好了。好了，好了啦，走。你看，你也知道，刚好就好了。好了，就好了。好，小宝，没事。好了，小心点。好啦，没事啦，喂。都没有人会比你厉害。好了啦，你在比什么？好了啦，喂，阿文啦。好了。走，下去休息。好了，你说啊。好啦。你说又可以用道理说服我。阿文，我跟你道歉也没关系啊，我不要做也没关系的。好了，阿文，不要再回嘴了，好了，小声一点，好好讲，就不要再回了。我刚刚讲，他之前讲了一个，我先好好跟你讲，好好讲，阿文。我说你慢，不是要你缝2格，就是你顺的这样一直每步缝，然后做完。要求是可以的。我是讲，可是你给我感觉好像是不要用拖的，不是说我今天叫你缝2格那种快，你就是按照顺序给它缝好。那你是不是说你们要拉漂亮，然后再来缝？我也下去拉了4个角。我也下去拉了，可是我拉的地方不对，你直接跟我讲说怎么拉就好了。你说他走看，你又拿去缝，那很伤人呢。好，那我就要问你一个问题，我自己在那边想，没有，我自己在那边想，你讲那一点我错。我说缝个好，那我就自己去想说，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怎样？我说阿武，你去缝个那个眼睛给我看，一个样。我再叫阿董再去缝个样子给我看，好了，都不一样，所以每个师傅教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啦。我讲实在的，台北我没有说我不配合你们呐，我很认真在工作啊。可是你让我的感觉是，你一直在贬低。他没有那个意思，他没有那个意思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阿本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讲。没有，阿本，我跟你讲，先听他讲。阿本，你听我讲一些话就好了，好。今天不是我要帮他讲话，好，但是我认真做不可以，我领2000嘛，好不好？没有，阿本，可以吗？我领2000，我够吃饭就好，好不好？啦，阿本，我跟你讲啦，阿本，你听我讲一句话好不好？我问你，我跟你是不是一样，都是学徒，这样子就好了。
是或不是？是嘛？当然是啊。对，那好，那我们作为学徒，基本的是什么？要学东西啊。师傅、老板在讲什么，我们就照做，照做，照学。不懂提出来问，你不敢问他们，你可以问我们。好啊，如果不一样，没关系，拿出来讲。你懂我那意思吗？为什么小鹏，为什么阿福他们教的都跟你教的又不一样？可以提出来问。对，什么事情都可以沟通的。为什么？你懂我那意思吗？大家几岁人了？这种东西，你懂我意思吗？600我可以做3次的原因就是这样子。我们今天作为学徒，我们3个都一样，都是学徒。大家都是，我们3个都是学徒呢。哦，我也是学徒有时候事情不要那么冲动，大家出来工作为了吃饭，为了吃饭而已。我问你，你出来工作是不是为了吃饭？每一天的人啊，没有啦，不能这样讲啊。阿文，好了，那就没事了，那就这个事情就到这边就好了，那就没事了。把问题拿出来，不要这样子那么大声，或者是你懂我意思吗？那个气氛不要这样子。这样啊，根本好好的，你们不要就搞破坏，最简单了。好了，最简单的啊，好好讲就好了，好好讲就好了。好了，那就没事了。其他的说，没事。其他的你有什么问题，你拿出来讲嘛，好好讲，沟通这样就好了。其他事情不用再讲了。也不用这样子大小声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几岁了，我们都几岁了，对不对？做事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没有，坐着。要对，旁边嘛。我干嘛？我这要不接。那还行，这个比较贵。我操！不啦，又还给你跑来，不是休息了？对不起啊，那不好意思。休息了要跑了，对啊。来了。当然哪有人喜欢这样？没有啦。早上就这样了，然后一直到下午，我还是没关系，我就尽量做。你说怎么样，我就是马上去做。那可能你们做法不一样嘛。然后我自己在想说，是我的问题吗？哪里做的不够好？没有。是，他给我感觉就是说，你没有值那个钱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问阿福，我说阿福，请问你一下，那个眼睛你怎么缝？他做一个样，我再跑去问阿龙，你眼睛怎么缝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只想他快点工作交代给我，把工作做好就好了，做下班就好。你不要拿你们的经验，然后一直刁我，整天的嘞。直接跟我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样。这样慢慢那我没工作没关系，我可以自己去找。不是的，工作有，好不好？我也知道你的处境，你不能这样子环境之下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我不是说也刁你，而是他这样，他本来就这样，就是说，哇。好好的不知道，你说赶快去做，赶快去缝一缝，我就能缝多快我也缝多快，我就尽我的所能嘛，我就小50嘛，你那个重机你一直要拿来跟我比，到底要比什么呢？我是流汗水出劳力在赚钱，凭什么你们多做几年，你们就可以这样子欺压、霸凌？为什么要去接受？你们以前怎么熬过来？你们家的事啊，关我屁事哦！
我承受东西，我自己心里面承受的东西已经很大了。我只想混一口饭吃而已，有需要这样吗？那我就做我最原本的嘛，搞破坏啊，搞事啊。这样对你没好处啊。反正都已经他妈的走到死局了啦，没有差了。那我只想安安快快乐乐的工作，对。有一口饭。我们也是要把日子过好，一天就是我们也是要平安的回家。就是说，有什么事情就你直接跟我讲，不是讲。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啊，好不好不？就直接。我没有说我值多少钱，都是你们最基本，你们要照。不是，因为你要尊重一下嘛。对，我知道，因为北部的师傅都讲真的很机车了。那你们很会做，没有我搬掉的人，搬给你们做，你们做鸟呀。对，说实在的，没有人搬掉我们也做不起来。说实在的啦。为什么你们要贬低呢？然后感觉他妈的你做的跟狗做的累一样，你还要嫌你脏你骂你。不要把自己讲成这样，你不要把自己讲成这样啦。就是说，有的人讲话就是他不会去懂得去怎么去婉转跟人家去对人家。所以说我常常会跟他这样子讲这样，是不是？很伤人呢。好啦，你跟我讲就好了，没有必要，这样对你没好处啦，对我也没好处，对他也没好处。我们只要我们团队就是把工作尽量说告一个段落。本来就是啊，快把它封完弄完，然后不要太大。做法不同，你要跟他讲，但是你没有那个必要说。我今天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早上就这样了啦。我知道，他嘴巴就这样，说因为你不了解他。我不是说我挺他，我不是说我挺他，也不是说我。没有，你工作人员想是对嘛？对。好啊，你一个人会做你就做啊，我们都做完了，给你去缝了。跟你讲，今天竟然也缝不完了，有屁用哦！今天把你缝不完了，就尽我们的所能去帮人家做事，因为这个也不是我的事情。没有，但是他态度、那感觉，我真的看人觉得我真的不爽啊。你打我嘛？是打不打你啊？我怎么可能打你？对我有恩，我还打你？哎呀，是这样。有时候你稍微忍一下，因为他嘴巴是这样，因为你不了解他，因为他被我骂过好几次。我本来已经要跟他退股了，我跟他分家了，因为我是跟他股东。我师傅阿伦、小优，每个人都不喜欢他，因为上个月我就跟他讲，我们两个到此为止，我就跟你退，由我做我的事情，你做你的事，但是我就讲跟他讲说，你没有师傅，我没有师傅跟他，就是说不行啊，因为我知道你状况，所以说你不要说。反正已经这样了，你有何必说再继续聊了 ？OK， 不要对，没有那必要了。就是说，稍微忍一下，真的，真的啦。我没有听他啦，因为他嘴巴就这样，真的啦。就互相这样，我也是，这不是我的工地啊。我后来我也是受不了了，我跑去隔壁栋，然后帮阿福他们弄一弄，我领他的钱啊。自己想一想哦，我说到底有什么问题？我后来想说，靠呀，算了，做半天好了。那想想不对，看起来已经3点半了，3点多了。那我后来就尬不过来，我就想说，干你来讲清楚，你到底是怎样啊？我只讲话比较大声，我没有想要伤害谁，还是要做怎样？那你喜欢被我用这种方式对待吗？你不喜欢吗？那你干嘛用这种方式对待我？比如说我讲话大声，啪啦啪啦，你不舒服啊？可是你一直用我不舒服的方式一直在对待我，那我干嘛要容忍你？
对啊，你说噼里啪啦的，谁也不喜欢呐、每个人都不喜欢呐。对嘛？那我为什么要？凭什么？我必须要接受说你用你的这种方式，我必须要去接受你。那我只有2种选择，第一个就是逃离，不要；第二个就跟你讲清楚，请你以后不要这样再对我。因为他家的方式不同，有时候我们接受度有时候跟我一样，我接受度大声没有代表什么对，丹田有力啊，讲话大声啊，只是说把心里的不愉快讲出来而已，不舒服的事情讲出来，就是说他对员工对师傅的那个沟通方式不同，对不对？就说，然后他讲的方式不同，对方接受度。那如果今天呢，来，如果今天我们依工作东西来讲的话，我们是要求进步，把事情做完，他不是用数落的，用刁的，然后感觉好像让你们很没价。如果今天我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的话，他能接受吗？来，我用你。我们那天不是新竹菜价？你头家人呢？啊，你闹一个锁啊，闹到去，互锁啊拖去。哦，啊闹到锁啊落去呢。哦，不应该是这样，因为工作你一定会有一个，所以你不要去拿你他妈的100分，然后去比一个50分的。然后我知道你们能力比较强啊，那我能做的东西，在我眼下我能做的东西，我都尽量做。那我也不会去偷懒啊，我能学的，你们给我的经验我尽量去学，而不是让你去霸。那你今天如果来一个嘞，比较更屌的嘞，那就是干你啊，该刁啊，霸凌啊，你干你娘，你这种嘛在做头家啊，闹锁啊，闹锁啊落去哦，我叫锁啊拖伊。如果我是用，那你应该在那一天在 K 他吧？知道啦。对，那我们不可能用这样的东西去面对别人，然后把人家我们第一个叫手要拖油，我们就问他说，靠背，你手安怎？你手有没有受伤？对不对？那天绳子掉下去，我马上第一个时间我就跑下去捡，捡完我再拿给他，有没有？我都不用你们说，不用你们讲，可是你们用什么方式对待我？不公平，我没有必要要去忍受你们这样。如果今天换做角色兑换的话，对，你能去接受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早就翻脸了啦。有些人个性会，早就翻脸了啦。所以说他还不能去。为什么你们就不喜欢人家这样子？如果今天我这样跟他讲，如果当下我第一天、第二天来上班，我用这种态度去对他的话，那你想他会怎么样？那你都不喜欢人家这样子对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人家？那我们还不是赶快你们有这个平台，我们就来做，能做我们就做，然后能完成你交代我们的，我们能做的。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行嘛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去做，我们可以。是正确的。可以的。就是他说话的方式跟教导的方式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阿勇跟小他们这几个因为也都不喜欢他的个性。是啊，你跟他讲给他听，如果结果那边哈哈哈数落你，你刚好一个不小心，然后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我第一个时间我的态度我是关心你到底危不危险的，而不是在那边数落你。像昨天阿莹啊，我们在分料，他真的他妈的头脑不清楚了，我只是稍微提醒，我做我本分，我就要注意他一下，他有点呛。他回什么？他又没喝很多。讲难听一点，我只是尽我所能告诉你，你要稍微注意，这个东西一下，因为我看他眼睛已经在发昏了，我问他什么，问他东，他跟我讲西啦，分到哪里都不知道。然后我后面他跟我讲，又没分了，讲难听点，掉下去谁赔？你们去赔啦。我赔啊。你们大家很会做啊，你们去关心过员工吗？如果真的出什么事情呢？在这里推来推去啊。我昨天真的是昨天的事情，他怎么回我？你当个老板，我跟你讲说，这个员工可能
你可以要注意他一下，注意不是注意他工作有没有做到那边，而还有没有在偷懒，我注意是他安全。我从头到尾我都在眼睛都没有离开过他了，没有看过妈一个人从上面掉下来掉在你旁边的。其实也没什么妈的，然后问题啦，只是你把心里的怨气到时候跟他讲啦，这个说实在没有啦，我不管是怎样啊，我衣服都掉，这份工作没了没关系，你也是小老板，好没关系，只是说你以后你是对人家态度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对，反正是。我要表达东西只是这样，今天我有没有口饭吃，那都没关系。只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一定要讲出来的，我不讲出来你不知道啊，你就一直这样子轮回啊，那我凭什么？我干嘛？如果今天我用同样的方式对你，未必你承受得了，搞不好你就揍我了啦。那个你这个表达方式不同，你是比较有点像那个，我平常我就静静的，对然后我比较孤僻，我比较不会跟人家去融入，还是说做什么事情？那只是你该做什么事情，你就交代我去做就好了。你不要抽丝脱茧，然后我操，要求完美。然后你说东西如果我觉得 OK 的，不行，这个东西要去改，我一定会去改，然后慢慢去做，慢慢去学。然后我也一直在看师傅啊，这个是怎么做，那个是怎么做。表达的方式虽然有心里不愉快，也不要说借着有酒精酒意之后。没有啦，没有酒精啊，没有酒意啊。你不要说没有，你和整天还说没有酒精，我也是啊，在书店当中，说真的，我也是有喝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说，表达方式说，我的方式很简单，喝酒，上班只要钟声一敲，喝酒。我是用体力、用工作去发挥这个酒精与我生活中的不愉快，与我的压力，这是我的方式嘛。那就很简单，你把工作交代给我，就自然去做。对，但是你不能让我感觉你一直在刁我，你干嘛？有像这种状况，我是在外面，有时候冲动对你没好处，还是说直接跟我讲，还是跟老板讲，就是上面讲。说实在的，有时候是这样。没有，我其实不是说想要带给你的困扰，那像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也不是说困扰啦，事情也是要解决，因为你对他也是不满意。不会，我这个人就是不会，但是我跟你讲，后面他再遇到我是他不好，对我都不好意思啦。不要说不会，我是没差啦。你会这样子跟他大小声，会大声，表示你对他有积怨。不会，还好。对。我只要告诉他，明天我也可以跟他师傅这个怎么做，等一下我也可以跟怎么做。这没有错。对啊。但是你这样会大声，表示说你今天还是昨天还是前几次的怨，跟你有几次的才会这样子跟他这样子那么大小声，一定你有到那个程度了，受不了你才会跟他这样子亮，对不对？不用啊，我只是刚刚我叫过来，我只是讲话比较大声。我说我到底是怎样，对不对？你是老板，我帮你做工。可是你不是当兵吧？合理的要求是磨练啊，不合理的要求是训练这样。不用吧？不用到这个程度吧？生态不好，我们要改变它，不是让它继续恶化。我说真的啊，像你们10几20年前你们这样熬过来。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熬过来的。不能把以前跟现在来比啊，差很多。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熬过来。我也不讲以前学徒是怎样，我敢讲去讲啊，对不对？说实在的啊，讲以前的都是当年的过去式了，我要讲那么多干嘛？现在是当下，就把这本身做好。那我讲说，大家这种去做这个做那个做，来工作，像刚刚你什么工作来，那个比较专业的没办法，那可是大部分那种基本的我赶快可以冲一冲嘛。没有，对，你就去做嘛。不是，然后我已经靠背，什么事直接讲啦。他就站在我旁边啦，然后我在那边缝嘛，我就尽量想站在我旁边，我压力我这边缝。手穿过去了，他说没关系啊，多穿几次你就习惯了。我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啊，我是缝，
感觉很差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去问他啦，你去旁边问他啦。你老子手在流血，我也是站在旁边，你老板在旁边看的嘛。哦好，快一点。但是我不是让你这样子玩的啦。如果今天我觉得你在玩我，那不好意思，有没有？我说要插到，干你啊，穿过去嘛，手穿过去嘛，然后流血，然后看到，他跟我讲，插习惯就习惯了啦。哦，我当然知道插习惯了，可是你讲这句话，林北听起来，林北真的很不爽。他刚才讲了，你可以去问他。有时候每个人想法跟讲出来的话，有时候讲出来的话虽然是没有恶意，有时候，但是人家听起来就有点在刁他。那我整天在站你旁边呐，我看到不爽我就干你晾你一下，骂你一下，我跟你闹哭一下，我就不信你受得了，那你受得了你再跟我讲，对不对？大家辛苦做工也不容易啊，也很辛苦啊，我也没有闲着，我也没有偷懒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做多少事，那我可以跟你做的东西一样啊，我做得到啊，我不是做不到，可是你不能用你的经验，你10几年的经验，然后你的想法，然后干你啊，去洗我的脸啊，我没有办法接受、啊。为什么今天会爆？如果早上这样子我就算了、哦。他表达的方式是不同啊，因为我对师傅不会这样子。到中午以后，师傅表达是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，怎么去教。你去问他，他跟我后来面对面，我已经很不爽了、哦。对，但是他是有点到最后，我下去，你们说要先拉那个脚嘛，才会漂亮嘛。好，然后我就从那边好。从到那边啊，到这边，后来下面都没拉脚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那下去拉吗？下去拉啊，我就下去拉。我下去拉的时候，好像我公桃还是要绑在溜啊，还是怎样？还是这个东西不好瞧，我只是绑在公桃上去啦！哦，干嘛啊？怎么了？你们的情绪你们都可以发泄在我身上，我只是发泄一下我的情绪。你们说我讲话太大声，怎么会这样？所以发泄情绪是你们师傅的专利啊。甚至他在那边教我，这个东西要怎么弄，我都很细心的在学。但是你要教你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我们把，反正我就是不爽到了。我这个人，我普通不再讲话了，我也没有在跟人家交际的。那反正你就什么东西来，我来了，帮你做到好，我尽我所能，对。那什么不对，我就改正，但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你们这种贬低人的那种眼神啊，那种态度啦。他是这种做法是这样，我没办法接受了。那为什么今天我会碰他？我说你他妈给我下来！你他妈你到底有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样被经历，怎么样被霸凌，你怎么熬过来？那干我屁事哦！关我什么事？我也是很认真的在帮你工作啊！你干嘛把你以前那么不好的东西带给我？关我屁事！没什么事啊，我也是问他，请问你有什么事？只是我讲话比较大声，因为我已经炸掉了。当我传讯息给你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炸掉了。我也不是要搞事要惹事。是我是要问你，你到底怎么了啦？不是我怎么了？这种问题以后都会存在的，因为他教师傅这样以后都会存在。对啊，我带着给东哥你这个麻烦是不好意思啊。对啊，那我自己在旁边我自己想很久，我到底不知道我要不要跟他讲清楚。
我自己在那边想哦，我从这一栋本来我从那一栋做完嘛，他去要求我去做那一栋，然后他叫我快嘛，要快可以啊，4盘跟2盘，我提2盘了啊。对啊，本来是这样。可以快吗？可以啊，那不能快，马上啊。然后我跟他讲说我缝完了，他也不相信，他说啊好了哦，他一开始不是嫌我慢，那我好啊，啊原本来提4盘啊，我提2盘啊，当然嘛紧。然后好，好停还回来了，然后他再来抽丝剥茧，没有，你偷吃布哦，不行，每盘要停。哦，我说好，等一下我再去补。然后再来，我就跑来这边帮忙啊。我这边做完了，然后我再跑这边帮忙，因为那对面栋啊，阿福跟阿董嘛，我就从头到尾这样停，然后说哎不可以偷吃布，好，我说好，我每旁停，啊停到这边了，那我就想说你们要平整漂亮嘛，停到这边它下面没有拉脚，我说那我下去拉脚，我下去，他跟着我下来，他真的跟我下来。然后到最后他妈的站在我旁边，你的一大堆，他说上你还是再上去好了。请问一下你是在玩啥呀？啊？那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来玩啊！我原本我是说好，谢谢。我第一个回应哦，我是跟他说对不起，失误老板，不好意思。我今天还是休息一下，然后后来我就想，我那边走来走去，我就后来跑去对面栋，手机放在对面嘛。我说，后来想一想，干你3点半了呢，那我今天做半天7、8干的，我不是要做干的，我就想不对。后来我又去帮阿福他们去缝眼睛，然后我再顺便问一下，看一下，你怎么做？一个工作就好，你怎么做？你怎么做？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每个啦，没有一个一样的啦。工作上，那我忽然想一想，那我忽然想一想，我就觉得，干你好像在玩我。要的也是要完成就好，对吧？工序不同，程序不同，但是那你就简单要求我嘛，你可以要求我做到好，也是要把工作完成。可是不是对，我们那种学徒不是让你们这样玩的啦。照着你们心情在玩的啦，我们讲工作东西做完成，好了，结束它就好了。就去做了，做到下班了，好不好？这样算先给你好不好？看怎么样了，对吧？今天发生看怎么样了，对吧？你有空拍给我一样出来。对啊，就是说我知道你的不满，只是说，但是我去不掉，我就跟他讲，那我就尽量。不要把你跟他拍在一起，然后拍在一起没关系啊，你要求我一样嘛，我先跟你接受，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在对我了。一起去做完成的。对啊，我这个人我不会 care 哦，我可以等一下跟你大小声，等一下我问你，请问大哥你现在怎么做？你有什么吗？好，下面。哦，那我先对梦，他们对面洞还没有用完呢。眼睛还剩1点，然后他们上下已经缝得差不多了，现在差这一栋。谁在那边？你跟谁？阿龙啊。阿龙啊。哎。好啊。会了。好。操。搞事啊！搞事，我是没有在怕货的。搞事，多做几年一样，他妈懒怕人大机干你！这信你，抓出来揍！就是这样，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好玩吗？哈哈。妈的，真的，如果没有搞那么多事，干你啊！你被7、8干，他个小该喊我，你妈打来喊，在那边跟你有。
希望。哎，今天又骗到一天了，哈哈。哎，OK 啊，不会啦，对，好啊，下班再说。乱七八糟，弄就好了，七八毛一大堆，感觉。哎呦，怎么200多个了？直接打，不行，看老板对我有恩，不能这样，让他有个台阶可以下，对吧？我先把事情，本来是要搞大的，后来他懒，真的。对，再怎么样他也对我有恩呐、对不对？我怎么可以把事情搞大？人都出来了。再怎么样不爽，哎，也是要吞下去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不然怎么办？哈哈哈！干！啊，懦夫新闻，对啊，是懦夫，没办法，不行，人家对我很，不能搞下去，搞太大不行，干你娘！让他知道说干你娘，然后再跟他们挤起来靠北靠路哈。对吧？吃亏的应该是你们吧，对吧？因为大老板他对我很好，对吧？他对我恩呐、哦，你说我，他是跟他那个是小股的，就是干你啊，刚刚别给我没干掉那个是小股的，然后他才是大老板，他也是大老板，哦。没关系的，反正就给你们当做一个好笑的故事，然后去评论呐，对啊，我也没差，没有，我明天一样有工作，一样可以工作，一样有酒可以喝啊，一样有妹妹可以抱啊，对吧？我没什么差，只是不爽而已，啊，不爽就是要讲出来嘛，憋在心里会得内伤呢。好了，先工作了，剩1个多小时，拜拜。请这种的好难，对呀、不要请到我干你，真的，拜托一下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请我，对啊，好玩哦。